如何對付寵人？同我老實交代，你呢個禮拜有幾多次睇住某個人，心裏面默默喺度諗，呢條友到底係點樣平安活到咁大個歲數呢？我諗大家一定都經歷過，有時你想同同事、親戚，甚至喺網上面嘅陌生人解釋一個極之簡單嘅概念，但嗰種無力感就好似你想喺部微波爐度 download 隻 app 咁，完全溝通唔到，結果搞到自己成日心情衰，有時甚至懷疑人生，究竟係呢個世界有問題，定係我自己有問題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爆趣星球。喺開始前記得訂閱、分享同按讚啦！但如果我話你知呢個世界上真係有一本哲學級嘅生存指南，專門寫嚟將你由呢一班人手上拯救出嚟，你想唔想睇？今日同大家一齊拆解呢一本非常之犀利、篇幅唔長但一針見血嘅神書——法國哲學家馬克西姆·羅維爾寫嘅《如何對付寵人》。呢本書絕對唔係教你點樣一開口就用粗口鬧人嘅書，而係一本163頁嘅精神防空洞。如果你已經頂唔順每日要幫人哋嘅冇腦行為埋單，氣到內傷，快啲去倒杯咖啡先。喺接落嚟嘅10分鐘入面，我哋一齊學下點樣用哲學做武器，攞返你嘅心靈平靜。即刻開播！第一部分，究竟咩叫做寵？最先我哋要搞清楚一件事，當作者喺書入面提到寵人嗰陣，佢絕對唔係話緊人哋嘅 IQ 或者學歷。大家出嚟行，實見過一啲學歷高到嚇死人，但做人處事寵動令你想碾死佢嘅極品，啱唔啱先？所以哲學家對愚寵嘅定義好特別，佢話愚寵其實係一種類似關係污染嘅溝通障礙。喺呢本書嘅定義入面，一個寵人係指佢對現實完全封閉，極度缺乏同理心，拒絕聽人講嘢，但同時100%盲目自信，覺得自己先係唯一嘅真理。佢哋唔單止自己諗錯嘢，仲要將呢種錯嘅強行塞入你嘅生活，破壞你嘅精神健康。你千祈唔好當愚寵係一種性格，佢其實係一種高度傳染性嘅情緒病毒。當你開始因為佢哋嘅行為而打冷震，甚至想同佢哋開大片爭論嘅一刻，恭喜你，你已經中咗招。你開始用情緒代替邏輯，咁就代表佢哋贏咗。第二部分，我哋最常犯嘅2個致命錯誤。根據書裡面所講，我哋平時撞到呢班人，通常會犯2個大錯，而呢2個錯都係無底深潭。第一個錯叫做啟蒙幻想，即係你心諗只要我拎出事實、則好數據、好有道理咁同佢講，佢實會明啫。醒下啦，佢唔會明。你係冇可能用邏輯去說服一個根本唔講邏輯嘅人。當你試圖去教化佢嗰陣，佢唔會覺得你係幫緊佢，佢只會覺得你喺度攻擊佢，跟住就會更加倔強。第二個錯叫做同隻豬打交，呢個就係你俾人激到着晒火，決定拉低自己智商，同佢當場開片。正如嗰句經典名言，千祈唔好同隻豬打交，因為你哋2個都會污糟晒，但隻豬會好開心。你每花1秒試圖去嘈贏一面幅牆，你嘅生命就白白浪費咗1秒。你呢個唔係懲罰緊佢，你直頭係自殘。第3部分，哲學級嘅精神防護咒。既然唔講得道理，又唔可以硬碰，咁我哋到底可以做啲乜？呢本書正正就係哲學實踐，作者教咗我哋3個具體步驟。步驟1，將你嘅期望降到去絕對嘅0，唔好再期望世界每個人都係理性、講道理嘅。當有人喺條路度突然一巴咁打過嚟，或者喺你個 post 下面留言冇腦，唔好震驚。你同自己講：唉，原來係咁，睇嚟今日嘅病毒好活躍啊！期待一個寵人做出聰明嘅舉動，同期待一隻貓會汪汪叫一樣咁不切實際。
當你接受咗呢個事實，你嘅挫敗感就會喺1秒之內消失。步驟2，建立你嘅情緒防煙門。醫學上嘅隔離係為咗病毒阻擋同埋阻擋佢嘅擴散。喺生活入面，呢個叫做情緒距離。面對有毒嘅老細或者情緒勒索嘅親戚，當佢哋係有一陣衰天氣，你唔會企喺暴雨入面鬧個天點解會落雨，你只會揸住把遮對佢哋保持有限度嘅距離，之後回應佢哋，微笑、點頭或者敷衍佢哋。哦，係啊，咁都係一個諗法，我知啦。然後你個大腦就好似電腦咁默默咁樣敦促。落 out， 千祈唔好俾任何謠料繼續咁樣加氣落去。步驟3，將精力同埋錢留翻俾真正重要嘅事。你嘅精神動能係有限嘅，你做乜嘢要花價值去憤怒呢？去處理一件只值1蚊嘅爛人爛事，將呢一啲咁嘅流量留翻俾自己嘅興趣、你嘅目標同埋真正錫你嘅人啦。第4部分，神反轉的哲學嘅終極回馬槍。不過呢本書最勁，亦係一巴掌打死所有人嘅地方，就係哲學家提醒我哋，嗰個寵人並不永遠都係人哋，喺某時某刻，嗰個寵人其實就係我哋自己。我哋每個人都有好攰、壓力大，被成為針對。或者有陣時被成為遮住對眼或者死壓趴，聽唔入唔聽人勸嘅時候，喺某個人嘅劇本入面，我哋都曾經做到令到人哋有血壓上升不可理喻嘅衰人。意識到呢一點，唔係要你討厭自己，而係要令自己時刻保持謙遜。當你明白連你自己都有機會犯呢一種低級錯誤嗰陣，你反而可以用一個更寬容嘅角度去睇人哋嘅短視同埋無知，呢個就係人性嘅一部分。呢本只係163頁嘅如何對付寵人嘅一本書，讀落去又快又好笑，而且可以令到你嘅靈魂感受到前所未有嘅解決。佢提醒咗我哋，你嘅心靈平靜100% 掌握喺你自己手裏面，你改變唔到呢個世界，更加改變唔到世界上面嘅笨蛋，但你可以決定俾幾多權力佢哋嚟傷害你自己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我想聽下你哋嘅故事，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當你撞到完全冇辦法同你溝通嘅人嗰陣，你最常用係咩大嘅招數嚟保持理性？齊齊喺留言區度討論一下啦！如果呢條影片幫到你嘅心靈補到血，請記得按個 like、訂閱同分享呢條頻道啦。好啦，最重要嘅事就係快啲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哋嗰個每日返工都俾怪獸同事折磨嘅朋友啦！保護好你嘅精神能量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